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7月11公司台记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咱先来看今仔有啥物新闻重点。总统赖清德下晡搁再去台南沿海7个将军客家柳营港后壁等所在勘灾，台电按算下晡5点会当上灯。汉光41号演习第3日，陆军早起伫桃园地区展开临战训练，昨伫南投桃园拢发生车祸意外，加载无严重。美国宣布要去加拿大35趴的关税，美国总统川普阁表示，还未公布的贸易伙伴会去15趴到20趴的关税。来看台南市丰泰，甲连续几天的大水雨，造成中南部的灾情是真严重哦。有北街所在已经无电第6日了，日子是真歹过。总统赖清德今仔搁再落南勘灾，头一站是去台南7股的西寮，嘛先头讲下晡5点会当上灯。这边丰泰的专案。要来专门照顾厝倒去、半倒厝尾顶掀起这民众，用比较过去地动灾害救助的这个经验，佮运用现有的体制，来提出一个专案。咱西寮即搭的电预定5点会当接来，了后你个水啊，迄个水啊就会当拍起来，拍起来有电有水。咱即嘛咱的这个基地台有电了后，你的手机啊会当充电，手机啊嘛当拍会出去。台南嘛，全区总统有特别要求，今日一定要互大家有电。即届7股沿海现16个中阵风哦，算当是真严重，一寡所在目前阁无网络的信号，嘛无法度对外联络。在地住户是望讲当赶紧来恢复正常的生活，嘛望讲当派愈侪国军来斗相共。市政府嘛发起募款哦，嘛强调讲会比照南西地动的标准来补助。目前7股的西寮阁有3400户电阁还未来，台电是讲按算下晡5点会恢复供电，基地台个手机啊都会有信号。再来哦，对总统嘛联络，对将军客家柳营甲后壁等所在去勘灾，来听灾民的心声。台南市扫过台南地区哦，16个中阵风嘛扫到台南沿海有真侪电火跳，全市上侪是超过20万户停电，台电每假日抢修，阁有2万外户阁无电哦。伫麻豆海埔的地王府，明仔载地王的圣诞要做生日，即嘛无电嘛无法度。另外盐水区的番雅里，阁有超过200-300户失电哦。也毋过伫台电的网站却显示只有12户无电。台电是表示讲，因会来改进，会更新资讯。规间庙暗暝某拍开庙门，叫一寡光通看到众神笔。这是台南麻豆海埔地王府，旧历6月18地王爷生，这回风台甲沿海地区吞落甲真严重。即阵到呾第6天，电也未恢复，含水嘛停，实在足艰苦。天书号庙方人员头壳摸咧烧，规个庙宇嘛沉着。透早犹原有信众甲神尊请倒来遮要祝寿。办这平安福愿啦！你卖目前无水无电，佮足多的工课拢也无多人进行啦。电视已经人客订落去啊，嘛无多人摕，嘛无多人联络，因为这也无网络通讯网络全部都没有。我们这里好像是那个孤岛一样，就困在这里，因为我们是在学甲跟麻豆的中间，麻豆不管，学甲也不管。我甚至怀疑我们是不是次等又次等的公民。已经将近要1礼拜，台南沿海地区超过10区以上停班停课，在地居民怨叹当时才通恢复正常生活。目前台南阁有2万外户电也未来，其中对台电系统来看，咸水区的番雅里阁有12户咧抢修，不离个实际到现场看，民众煞讲规庄头100外户拢无电。即阵才乡亲敢若挖靠民间厂商提供的充电设备来过日。这拢做嘛有差了200-300户的啦，超过200-300户就对啦，拢即摆阁无电了。拢无电，规个番雅里真拢无电。系啊，要也送讲，我咧讲的啊，即届政府拢袂派官学来人关心讲啊，阮有人食无？有物资未卖，还是讲？拢无物件来啊？系啊，真正拢无啊。市府讲，即阵已经全力咧抢修当中，另外灾后补助申请已经开放啊。受灾户伫8月15之前，通向在地区公所提出申请。为了加速流程，台南市市长已经甲各区公所讲，补助的原则就是紧佮简单。公务单位经完成审查，甲补助金送去予灾民。记者出台南采访报道。中央气象署表示讲，今仔西部地区哦，嘛是落地渐阵雨，也是雷公雨；南部地区哦，雨水是个真高。
受到低压带的影响，各地降雨几率偏高，特别是整个西半部地区到东南部，都还是有短暂阵雨，甚至是雷雨的出现。尤其是南部地区有短延时的强降雨。那在明后2天呢，预估是高压逐渐的增强，所以天气上各地会转为多云到晴。午后是在局部会有一些短暂雷阵雨。气象署预告，今仔暗时开始水汽较少，雨会较少。拜六甲礼拜的水汽嘛是较少，所以各地天气会真烧热。也毋过后礼拜一开始水汽又会变济，所以天气会个变甲真无稳定。连续落几日的大水雨，云林古坑的草岭产生积水湖，水嘛已经溢出来哦。加在昨积水湖的水位已经降到23公尺，水量嘛减少真济咯。水利署第4河川分署是表示讲，即马清水溪压力无遐尼大，嘛解除警戒咯，民众会当放心。本来阻碍清水溪河道形成的古坑崩山湖，因为落雨水流冲击，还有土石一直冲入，崩山湖的水流出来，即马清水溪河道有较稳定，风险降低，已经解除警戒。涉湖的水位已经大幅的下降23公尺。坝体中段也经水流的一个下切，形成顶宽约72公尺的畅通流路，蓄水量也由原来的2245万立方公尺大幅减少到420万立方公尺，已经恢复河道的通洪能力，请民众安心。古坑乡草岭村的村长陈平通讲，这个崩山湖水位因为土石崩来形成，最高要按6点左右，有人通报讲水溢流出来，河水草桥水位一直涨起来，赶紧封桥，即马水位已经降来。水有较大，目前请大家放心，已经水的迄个慢慢消退去。希望说它水量不要一次太多，造成河道太快速的高涨，所以希望它慢慢的可以溢流，然后让那个堤坝自然溃掉。第4河川分署讲，会继续监控清水溪的水位，并且用无人机对地定监测坝体稳定的状况，加回水的范围。因为坝体有继续水流出来情形，若是有状况，会通报相关单位配合应用。也希望民众离河道较远的注意家己安全。公司新闻综合报道。再来看屏东连续落几日的大水雨，昨到今真侪所在拢落超过500毫米的雨量。伫高树乡嘛累积毫米有将近400毫米哦。新丰村的山区昨下晡溪水就涨起来，嘛造成土石流，路是袂通。村长是紧派怪手来学，互民众会使出入。一寡种植温室的菜色嘛拢予水淹掉，农民是要靠无目屎。大量的土石对山顶冲落来，路面规个拢是土石，完全无法度行。温室种的菜色嘛拢淹去，这是屏东高树乡新丰村。昨中昼过后的大雨，溪水袂赴排出去，着规个淹甲对外连接的大路，造成新丰村当地居民一度无法度返去厝。怪手过来台，甲溪水内底的土石清掉，村长要互村民赶紧会使出入。这淹甲安尼，就是因为水源头的大顶水墙土石放去，致使溪水互土石塌的，雨水就淹甲道路。有居民讲，好佳在积水有较退啊。昨一只恐怖，拍算物件收收的要走啊。不到5分钟，就大量的那个黄沙跟漂流木就一起下来了，然后整条大马路都变成大排水沟，很害怕，想说糟糕了，又重蹈覆辙了，去年的情形又要开始了。那从大金瀑布下来那个土石全部都下来，下来之后，整那个太和路路面全部都土石，车辆人都不能过啊。最可怕的就是土石流。屏东县长周春美结束北欧参访的行程，回国了后，昨下嘛到马家乡的收容所慰问安迪的部落居民。县政府统计，暗时10点左右，山猪毛、来义、西亚乡等总共撤离481名民众，370位依亲，111人接受安置。记者柯永哲，屏东报道。再来看高雄到昨统计论农水已经超过9800万哦。除了头一波的西瓜、美浓瓜，佮有菜脯，甲第二波的金蕉、苦瓜等作物咯。燕巢的芭乐嘛传出有将近400公顷的果子园拢受损。农业局争取第3波现金救助，1公顷补助10万块，对11就当开始受理申请。
趁着透早雨，卡人芳燕赵龙街集会中心，煞有农民赶紧送布拉来交货。不过交货量明显减少，而且批3摆品质无够，风拍掉的量也变多。农民讲，去年去互山道里扫了，真无简单，等9个月，等要大春尔，搁拄着风台来乱，大家损失拢超过4成。万你一箱客机啊，搁万做价啦，你无能搁来包落啦。啊，大个个吼，即摆最近就涨落雨，就规工拢无停啊。后壁算一个愈侪。布拉耕作面积大概伫迄个1200公顷。那因为即回风台拄好拄着阮目前伫大盛产的时间吼，啊，目前看起来差不多损失的部分大概占伫个30%。农民讲风真正伤大，咱来到园里甲看，风台前就先加强固定的布拉桩，油源是渗透去，土卡四界嘛拢是落果。农业局讲，到7月为止，高雄的农损已经超过9800万，进前已经有2波农损申报，现在第3波加入布拉，对11开始受理申请。以及第3波今天开始受理的芭乐、木瓜、改良种芒果以及农畜菜，以上呢总共有10个品项的秀助。本次高雄的农损呢，目前最严重的是芭乐跟香蕉。芭乐主要因为有部分地区受到强风的影响，出现了倒伏的情况，但是呢，普遍各个产区呢，也因为风的影响，造成了果实的压擦伤。农会讲，即阵调伫装顶的嘛无一定有通收，大概搁1礼拜才会当看出好歹。后续损长的状况可能会搁继续增加。记者柯家族邱朝阳高雄场报道。金门今仔透早嘛落真大阵的雷公雨，8点钟来累积雨量是超过141毫米哦，是今年一日雨量上悬的记录。包括金山、金湖等所在嘛，因为水下袂赴哦，淹水咯。会当看到金门的街仔头哦，拢淹水，机车甲汽车拢行伫水里。有农田哦嘛，因甲若像是一个湖，个牛哦掉伫水里。民众是拢赶紧在摒扫，抽水机哦嘛一直在放，望讲水会当赶紧摕。再来看台东县哦，昨已经解除超级大水雨的特报，雨嘛较细咯。而到红头树的宽高东路，佮继续在摒土石啊，路嘛已经通了。也毋过哦，风台大雨刷来菜色就会起价，尤其是离岛的菜价哦，本地就较贵咯。所以有议员就望讲，县政府会当来补助运费，来减轻民众的负担。南树乡初9甲初10的大水雨，造成宽岛公路淹水，也甲发生土石流的情形。南树县公所这2天来抢修，目前豆会当通车。啊，毋过伫大雨过了后，菜价可能会起，尤其是离岛、台东县议会临时会有议员就质询，平常时离岛的菜价都因为用船运来，单价已经比本岛贵。即马丹那斯风台，啊，佮大水雨过了后，菜价传出要搁起，南树乡民有超过一半无经济来源，要求县政府爱想办法平稳菜价。有些时候我们半颗高丽菜要买200多块，对于乡亲来讲，我已经没有收入了，我还要买过高的单价的。蔬果来维持整个家庭的3餐。县政府表示，已经运用离岛基金补贴运费，平稳离岛的物价。不过，因为南树乡当年公开招标，厂商会考虑运输的路程，参加厂商无偌济，到尾得标金额较低，所以执行平稳物价的效果比较无理想。第一个，那产山的限制；第二个是旅途上的一个比较长程，所以在执行上面。这几年在兰屿部分，我们是有更多的一个关注在。县政府讲，会阁协助南树乡执行平稳物价措施。另外，台东地区农会伫离岛有些超市，蔬菜、水果的物价甲本岛差不多。这几工已经整理好蔬果，包装好，放伫冰库，天后船开就会陆续送到离岛。记者采访报道。再来看汉光41号的演习，今仔第3日咯，陆军早起伫桃园地区展开临阵训练，模拟解放军攻击后勤的补给岗位，后勤部队来进行反击，演练战术、射击、通信抢救甲正常的救护，嘛透过实战化的训练，要来提升部队的战力。空袭警报直弹，模拟桃园去解放军攻击，陆军206的战机连随赶去阵地。外口的雨真大，不过高调员大概是真注心，甲枪插好，准备攻击。现场规个是用棚棚，透过音响放枪声，营造交战的情景。高调员互相暗号，持续向前行。过程当中嘛演练调员倒穿倒落，
村内调员协助患者脱离现场，用指挥带赶紧来指挥等待救援。后边的部队随派人跟冷桥，顺利把人救出来，完成正常的救护。在往后送的时候，你也要实施出枪的瞄准，以防后方的敌情，会对你造成伤害。汉光41号的演习进入第3天，这嘛是陆军206旅规个旅教调的第7天，持续展开临战的训练。11进行连战到9连的组合训练，模拟解放军攻击国军的后勤补给单位，协备部队反制演练战术的动作，通信抢修、正常的救护。训练的内容是真杂八，嘛请真侪民众来看。早上有收到消息说有可能会放炮，会有很大声在这个地方，在这个柳旗里面，所以我想说过来看一下，顺便帮我们国军加油。陆军2栋6旅首度实施全旅教招，动员了近3000人，要透过14天的新制教招，快速的恢复战力。今年汉光演习，协备部队的训练是演习的重点。陆军206旅全旅的教调，报道的比率有到98%。战争一定会面临到伤损，那当下的抢救都是第一时间，因为要把握黄金时间，我们一定在最快的时间做好一个止血的动作。不管是单兵的所用的枪械，还是说通讯器材，其实都是后备部队最基本的一些战具啦。我觉得透过这样子真实演练让国人知道说，其实后备部队其实它也有一定战力，我觉得这样效果是不错的。专家分析，这个教调结合汉光演习，比较双臂部队加强城镇战的训练，嘛透过模拟情景，提升调员的应变能力。记者综合报道。汉光演习昨下晡午伫南投德山发生意外，有一个倒摆民众是互军用的卡车搞过，人互缀伫车底加载卡车底盘有较悬，所以敢若轻伤另外，昨半暝伫桃园一架军用的炮车，可能是看袂清楚，驾驶路草阁无解释，所以去弄到路边4台轿车。监视器的画面翕到一个55岁查甫人，开一架电动奥多摆，去互一架军用的卡车弄到，连人挂车加入去车下底，加在卡车的底盘较悬，起诉着轻伤，家己为车下底爬出来，惊险逃过一劫。一部军用卡车与微型电动2轮车发生碰撞，致电动2轮车驾驶腿部及脸部擦挫伤。代志发生的时阵，这架军用卡车经过南投德山，要去云林参加汉光演习的路人。德山的警方表示，这架军用卡车的驾驶甲骑奥多摆的人拢无食酒。初步了解是因为视线的死角锁定，详细原因还要进一步厘清。同款是汉光演习的意外，发生伫桃园。一架炮车当咧执行演习的任务，报名去弄到停伫路边的4台汽车，加载无人受伤。对，有听到，结果他们说车祸，结果我起来看，我们车子被撞得稀巴烂。到一大声啊，很蹦的一声。那当然一定要弄哎，看了之后就这样子了，那怎么办？陆军装甲52旅炮兵营战车因夜间视线不良，不慎擦撞路边事故车辆，所幸无人伤亡。这架炮车去弄到民众的车的事故，现场的车是弄甲嘴炎炎，驶炮车的人就出大失灵。那像是半暝视线无好，加上路草无熟，遐若受害车主认为讲，半暝演习嘛是真辛苦，希望军方都要好好处理。陆军第6军团回应讲，专案由警方鉴定甲处理当中，后续会以军车保险的规定来办理，嘛会强化官兵伫咧演习期间的警觉性，尤其是要注意半暝赛车伫咧路面风险的管控，来维护行车的安全。记者综合报道。国道3号上北苗栗第3个路段，昨暝发生一台载牛奶的连结车，那亲像无注意到头前的状况，结果去弄到停伫外车道吊车的车辆规台车嘛并且拉落去山架。另外，伫台中的东区有奥多摆冲红灯，伫路口去弄到要倒弯的车，2架车祸拢造成一死一伤，详细原因爱个厘清。消防人员大声喊请求支援，牛奶阿爸线过涂骹，车祸现场如苍苍。国道车3上北124.3公里，苗栗第3路段车10半暝10点外发生重大车祸。26岁姓杨的查某人驾驶的轿车因为故障停伫外线道，35岁姓林的查某人载牛奶的连结车，好亲像无注意到头前的状况，会到姓杨查某人轿车了后，并伫外线护栏的山坪。小货车的驾驶自行脱困。那另外就是大车的驾驶受困在驾驶座内，那我们使用破坏器材让驾驶脱困。
信用查甫人的轿车倒半边差不多全毁，互人弄到的时阵，人伫车内还未落车，藏经过标志，好甲载家己脱困，头有小可切破皮。信任查甫人变车了后，掉伫驾驶座内，相对使用破坏器材协助伊脱困，送医急救也是救无倒来。现场伫11，我要透早3点排毒。本起事故造成杨男头部撕裂伤，林男伤重不治死亡，双方酒测值均为0。现场于37分排除，后续由本大队后龙分队依规定处理。台中嘛发生死亡车祸，汽车经过东区汉溪西路甲十架路口，伫黄灯倒起来时阵倒弯，对向一台骑机车弄红灯，直接去弄着。18岁骑机车的人姓陈的查甫人当场喷出去。11半暝1点，这个车祸造成1死1伤。陈男伤重，送往中国医药大学附设医院急救人不治死亡。张女脚部轻伤。经查，张女无饮酒，相关肇事因素仍待进一步的分析研判。28岁现场的查某人脚轻伤，手切大失灵，汽车正面前脸破去，车身有明显烤掉。现场的查甫人重伤送医救无倒来，所坐的机车车壳破去，椅子嘛分开，车厢内物件四散。警方表示，详细调查原因也有待鉴定。记者采访报道。新地宝泡沫高园游乐区已经停业20多天了。最近有人发现讲，园区内底囤真侪粪扫。调查是发现讲，地主为着要趁钱，互业者甲粪扫拼伫遮。地检署起诉地主等12个人，建议法院判这地主2当6个月有期徒刑。刷车车甲大量的废弃物倒伫山坡地，各怪手伫边仔斗3工。对天顶看落去，哪像粪扫山，有大量的银件废弃物放甲地甜。这是新竹的宝泡沫游乐区，经过真出名，后来受到风台影响，停业到今已经超过20多天，想不到即马变做非法倒废土的所在。新竹县政府呢，在109年已经成立了简景环农工的这样的一个平台。那发现有任何的山坡地开发或者是非法弃置的行为的时候呢，我们会立刻联合相关的单位到现场来稽查。那这次的案件是透过这个平台呢，顺利的把这个违法的案件移给我们的新竹地检署来做个侦办。经过新竹地检署甲环保局调查，查出原来是地主甲非法业者用一车3000到9000块的介绍，甲银件废弃物对北部地区运来接倒，甚至北地短短3天就偷倒32车。依废弃物清理法等规定，向法院提起公诉，并依法请求没收相关被告不法所得及运输工具。另外，就罗姓地主部分，请求法院从重量处有期徒刑2年6个月以上。违反废弃物清理法的部分，我们是可以依次来做一个6到30万的一个裁罚。那在涉及刑法的部分，也可能有1到5年的一个刑期。环保局提醒，偷倒废弃物若会破坏环境，该面对1年到5年有期徒刑，呼吁千万唔当做违法的代志。记者杜君和新竹报道。国际新闻来看美国搁再公布第3波对顶关税，宣布讲将对加拿大要扣35%的税。另外，美国总统川普上新的讲法是，村内还未公布的贸易伙伴会扣15%到20%的全面性关税。咱台湾到底会防扣几%呢？咱个行政院是表示讲，台美搁继续在协商，嘛准备要来进行后一轮的谈判，会随时来报告上新的进度。美国总统川普伫咧当地时间20日公布第3波对顶关税，宣布自8月初一开始，对加拿大扣35%的税率。台湾是一直拢无伫咧公布名单内面。11台股开价22602点，盘中北行悬到22758点，量缩小幅度震动。新台币兑换美金开盘29.27，盘中是有到29.214，市场拢伫咧观望。不过，20日美国国务卿鲁比奥去吉隆坡参加东协外长峰会，这么传来好消息。These engagements are very important to us, and we're going to continue to stay very committed because this, as I said to all of our partners, that this notion or idea that the United States would ever be distracted by the Indo-Pacific or even Southeast Asia is impossible. 根据这么公布的税率，亚洲南边的国家包括日本、南韩，拢是25%；附近的东南亚国家，像马来西亚原来是25%，菲律宾20%，柬埔寨、泰国36%，总共公布23个国家。因那台湾这部分，自美国代表吴大雷甲外国媒体讲，台美贸易谈判会注重有成效、多产的贸易、投资甲科技合作，并且防止中国摕到高端的科技。
比如说台湾是32嘛，要得到比较理想结果的话，看起来是要做比较高的让步。不过值得注意的是说呢，川普的基本就是10% 嘛，也看看别人的关税是多少。台湾不在这2波的名单搞不好是可以解读为就是说谈得算顺利，要用所谓卡关这样子来界定目前的情况的话那就有很多的这个不确定性比如说像我们的行政院长在之前有谈到，就是说不会放弃敏感的工业跟农业产品。学界拢推测，台美谈判卡关可能是调伫咧美猪、美牛进口的限制。有媒体报道，农业部、防疫署等相关单位伫最近有一直开会，伫咧研究来自用数值是毋是要比较国际标准。另外，行政院经贸办是讲，台美双方依然继续伫咧磋商沟通，强调谈判团队是以维护国家甲产业的利益、国民健康甲粮食安全做核心，典型的甲美国方面谈判。公司新闻综合报道。咱国的谈判团队又继续伫美国华府进行关税谈判。驻美代表瑞大雷昨伫前白宫首席策略长巴农的 Podcast 节目是表示讲，按照北约的标准台湾军事费用是占 GDP 的5%，其中1.5%是用伫论性的设施。嘛，佮强调讲，咱台湾伫科技产业甲 AI 发展是美国的伙伴，卖当来防止中国取得高阶的科技。行政院副院长陈丽君进前带谈判团队，搁再去华府推扫台美关税谈判。咱驻美代表朱大雷切实接受川普经幕僚经白宫首席策略长巴隆访问的时阵，表达正面的态度。As a result of these trade talks, will result in a very fruitful and very productive collaboration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Taiwan in terms of trade, in terms of investments, in terms of tech collaboration. Also important in terms of export controls. 朱大雷表示，台湾伫科技产业甲 AI 发展是美国完美的优盘，台美有更较侪经贸合作，也当防止中国得到高科技。朱大雷搁再讲，台湾生产全球超过90%高阶晶片，若是台海发生冲突，会造成严重后果。面临中国武力威胁，台湾会持续强化自我的防卫力量。If we count NATO standards in terms of how they procure their defense budget, we actually already around 5% of our budget. We're probably spending 3.5 already in our defense and 1.5 in terms of infrastructure or resiliency. 不过，美国智库国防重点最近发布的一份报告，建议全部撤离美军在台训练人员，以免让人认为伫挑战。不过，华府老牌智库 CSIS 国防安全高级顾问坎西恩伊讲，防卫台湾对于美国国防部的优先顺序真悬，美国政府真无可能减少驻台美军的数量。这种论述其实象征着美国内部不同的思考，我们还是值得注意的。那这样的观点就是在华府之间其实不是主流的意见。另外，根据《纽约时报》的报道，去年真正出现伫咱东部海峡的中国科研船向永安6号等船只，也当时伫关岛海峡出现，研判是伫收集相关的海床资讯做军事用途。军事专家苏志芬认为，中共以科学调查的名义，不过实际上是伫做战场经营，南方应该谨慎思考反制做法。记者综合报道。罗西亚一昨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发动有史以来上侪728台无人机的攻击，今仔嘛搁再出动400多台无人机，发射18粒飞弹来攻击基辅。最近罗西亚是改变战术，透过四面八方的攻击来打击乌克兰的空防，嘛透过小人数的攻击，要来打击乌克兰的士气。拄则发动俄乌战争3年半以来上大规模的728台无人机攻击，罗西亚吹集共出动400台无人机，也个包括8粒弹道、6粒巡翼等18粒飞弹，集中火力攻击基辅。因为这几波攻击的强度比以前拢更加强，基辅有上千位民众规个火啊走入去地铁站避空袭。Все, що у вас є, це рюкзак, телефон, зимнє пальто і все. Це все ваше життя зараз. Слава Богу, якщо в мене є ще батьки, і я можу кудись піти. А є люди, кого нікого немає взагалі. І це... 随着被这波攻击造成基辅至少5个主地区导火，真侪人无家可归。战争已经打3年半，乌克兰人也是展现正强的韧性。Пішла в холодний душ, випила 2 кави, посиділа, подумала. Зрозуміла, що поки
змінити нічого не вийде, і пішла на роботу. 除了加強火力攻擊基輔，羅斯亞有其他嘅動作。烏克蘭經理部就發布一段監視器畫面，有一個烏克蘭安全局嘅高級官員，隨即佇光天白日和槍手攻擊死亡。CNN 分析，羅斯亞這幾個月正在改變伊嘅戰術，開始集中針對一個城市，以多種武器、無共關度甲方向嘅導彈式攻擊，密集嘅轟炸，像這幾天嘅基輔加西部嘅盧斯克。一共兩個之間1000公里前線，羅斯亞也針對烏克蘭兵力較無夠嘅地區進行攻擊。自美國總統川普講要提供烏克蘭國家級武器了，兩位無講名嘅美國官員甲美聯社講，美國已經恢復部分嘅武器供應，包括155公里炮彈，甲互人叫做 GMLRS 嘅精準導引火箭。川普也甲媒體講，美國將會透過北約甲武器運送去烏克蘭，而且運送武器嘅費用由北約8%出。公司新聞王如梅報道。再來看加沙地區，佇七十嘅下晡，有至少8個囡仔甲真儕婦人人受到以色列炮彈嘅攻擊死亡，年紀上細只有2歲。另外，因為加沙地區嘅燃料已經無夠咯，嘛造成真儕炸產兒甲需要佇保溫箱嘅阿嬰仔攏起做伙。熊熊來爆炸，甲本來要去醫療站掛排隊等領營養品的加沙居民崩死，造成至少16個人死亡，其中包括至少8個兒童甲真儕婦女，年紀上細漢的死者敢若2歲。還佫較儕人受傷，遺體火一直流倒佇塗骹，現場聽到真儕喊救甲吼聲。差不多同一時間，以色列總理納坦雅胡當佇美國華府甲川普會談，並表示佇美國甲卡達島超測，若做哈馬斯解除武裝並放棄佇加沙的統治權，以色列就會同意美國提出的60天停火協議，而且啟動永久停戰的談判。另外，對這場傷亡，以色列講對無關係人造成傷害表示遺憾，並會盡量把損失降到最低。佮補充關係即屆的攻擊當地調查。نقطة طبية راح تتحكم. لزورها والله ما كانت فيها حاجة. راح تتحكم نقطة طبية كلها أطفال. خبطوا عليها قذيفة اللي هو أخوها راح يجري يشوف. لا بقول كلهم ماتوا. طب ايش عملوا؟ ايش ذنبهم؟ ايش ذنبها؟ والله بس كانها تتحكم. والله نقطة طبية يا ربي. نقطة طبية أمني يعني. ليش يقتلوهم؟ 另外，因為以色列對加沙地區的病院實施燃料限量供應政策，致使加沙地區的人道主義危機一直增加。當地病院表示，若做數來幾點鐘內攏無燃料補充，至少22個需要挖靠保溫箱維持性命的新生兒，因的性命會受到威脅。目前只好予3-4個新生兒甲早產兒徛佇同一個保溫箱內。 حال انقطاع المولد الكهربائي وهذا طبعا بيحصل كل يوم تقريبا يتم شلل كبير في إعطاء الخدمة وقد يؤدي إلى وفاة بعض الحالات بسبب انقطاع التيار الكهربائي وهذا ناتج عن عطل في المولدات الكهربائية ناتج عن شح في كمية السولار طبعا احنا بنناشد انه يتم توفير كهربائية يتم توفير سولار بكمية كافية حتى نتمكن من الاستمرارية في إعطاء الخدمة 根據了解，為以哈戰爭發生以來，已經有超過5.7萬個巴勒斯坦人死亡。以色列喺今年3月切斷加沙嘅電力供應。聯合國警告，這已經讓加沙嘅燃料危機強要制止未掉。公司新聞新樂培編譯。為着要減少兒童虐待的事件，衛生福利部表示講會趕緊來評估規劃設兒少保護的專職單位哦。有民間團體是建議成立兒少部來提懸層級，並專門的預算，讓兒少愈有保障。今時期衛兵看到有啲行職員拖囡仔甚至誘拐嬰仔，互囡仔跋倒。民代也出這個案件發生喺高雄市高山，到一無偌久，這職員無夠保完資格，有啲行頂一擺並監是113年，迄時陣全部通過，即馬發生虐待。民團指出，兒少保護環節性分散，較有空棚。開這預算散在各部會的結果是每個部會都有做，都做一點點，然後都沒到位，這是我們看到現在。日本建議整合內閣府構成省所管的兒童家庭有關的單位。
专家指出，日本政府为自控控制年的后生性建设儿童家庭厅，因为低效成长在人生当中真关键，爱投资资源，呼吁咱能成立专职单位，至少部政学院本身就伫跨部会业务，有专门有选优势，应直接引入好绩效。不过学者认为，少数化甲家庭功能弱化，不是成立部会应该管。我不是主张扩编，我是主张说你有没有这个心来面对这个问题，有的话再成立的专责的单位，它才有意义。比如说人身安全，比如说儿童的权益发展。那么目前在部里头有不同的私塾在主责，那我想这些私塾里面都各自就法令跟行政的程序来做这样一个推展。卫福部会应对病团冲击专责单位成立，会将意见传登研究。行政院卫福部已经启动评估设置小保护专责单位，具体层级爱个参详。记者综合报道。立法院会今仔要搁继续处理4100亿关税特别条例草案，决定讲下晡5点要表决。国民党团是主张讲台电1000亿半补会抬调，要搁增加2300亿要发现金给民众。特别条例的规模就会增加到5400亿。那表示强调讲这是要回应民众的期待，也毋过民进党团是批评讲国民党是为着要救大罢免。因应美国对电关税，行政议会4月底通过4100亿特别条例草案，立法院当地处理，传出国民党按算调整版本，除了支持行政院提出的4100亿，国家普发全民现金1万所需要2300亿，上紧20日立法院会通过，不过行政院回应，若是另外搁增加2300亿。可能政府爱负责，透过举债来普发现金的话，会对政府的财政造成更大的困难。那么也有可能，如果大量举债的话，可能会造成通膨等等的影响。所以这个部分，立法院真的需要审慎评估。发现金的话，这个还要举债，相关的行政单位找各党团，大家一起来讨论。我们认为2个切开来处理，优先处理已经有共识的4100亿。4100亿包含半补台电1000亿，也加1500亿国土安全韧性。不过，南北拢反对半补台电，马化绝对支持强化国土韧性。不过，希望会当另外编的预算，安尼就会当普发现金。韧性那一部分啊，1500亿啊，我支持。但是呢，它可以编特别预算，这2块挪出来，我们的这个普发现金1万。那就有了，普发6000块钱，然后不拨补台电的这个1000亿，另外把1500亿的安全韧性这个计划回到年度预算，根本就不需要举债。行政院表示，台电在俄乌战争期间配合政府的政策，造成超过4000亿累积亏损，希望半补1000亿的资金，稳健台电的财务体制，也加稳定电价。4100亿特别条例加普发现金，又搁会伫立法院引起攻防。记者综合报道。中华拜日落大水后，有真侪民众的厝里有浸水的家具、甲大型的粪扫等要拼。淹水真严重的鹿港清洁队是加开粪扫车，嘛加派骹手来收粪扫。居民甲浸着水的家具、粪扫集中，等清洁队员来收。鹿港电产园里因为地势较低，拜日做大水的时，遮嘛淹加盖严重。居民这2日无用拼环境，清洁队嘛加派人员收粪扫。粪扫即马开始咧清净，因为拢浸着水吼。啊，后一步可能就是讲，咱为着咱环境，大家尽量家中粪扫紧提出来。鹿港镇清洁队表示，昨开放伫网络注文清运浸着水的家具，到拜购顶部已经有100位民众登记。再等来回收场的大型家具，嘛随破碎处理机器无停过。浸着水大型家具的回收量，甲普通时仔的家具回收比加3倍多，一般粪扫量嘛加40吨。这2天家具清的量阮家昨就15吨啊，最近登记的已经破100件了。粪扫咱原本拢头60吨啊，若昨来讲99吨，也要将近100吨安尼。阮这几天因为家具较多啦，所以阮拜六有加班，派人出去收。尽量甲大家迄淹水的家具紧清完安尼。中华这岛的大水后淹水灾情严重，除了鹿港镇、福兴乡、埔心乡、员林市等乡镇市嘛，拢有提供免费浸着水的家具清运。环保局嘛提醒民众，有淹水的所在要特别注意环境卫生，做好消毒工作。若有积水的器具，一定要摒清气，避免天高热累现主疫情。记者杨淑晴综合报道。
中南部雨落袂离哦，面对史上头一届登陆嘉义的风台，嘉义县市的灾情拢真严重，阁有一寡所在哦，阁无电嘛停水。也毋过有真热心的民间团体是请总破塞去嘉义县的义德乡哦来组织送便当予灾民，国军嘛去落草乡替处理停水停电的灾民，使会当洗身躯的所在，望讲予灾民会当较快活。拄煮起来，搁小小的饭，带入去便当盒内底。外口的导致嘛无用咧出菜，就把有志工专工来到嘉义县的义德乡，为昨暗初10开始，要替厝内搁停水停电的灾民准备2天的便当。一天就是要1万颗便当，那也就是因为脸书的号召，有人分享，才会有这么多上百位的无偿志工、自发性志工前来要支援、要帮忙。就是有人发起说有这个活动啊，哎呀，所以说我们平常都有做疫情的活动，对，哎，都全程都有需要的地方我们都会去。除了饭堂的照顾以外，嘉义后备指挥部嘛去到嘉义县的落草乡，运用因军方的装备设计临时洗身躯的所在，希望提供予停水停电的乡亲会当来使用。里面的设备呢由国军来处理哈，里面大概可以有12个卫浴的空间，那可以提供我们居民哈那加上我们自来水公司跟消防队这个消防栓的水源，可以让他们暂时有这个水源可以来沐浴使用。水就是可能只有外面那种水。是可以有微量的水，但是如果就是要水塔的话，我们水塔就是因为没有电，所以水塔也抽不上去，我们是没有办法正常沐浴的状况。台南市风台风雨对嘉义地区带来真侪损失，停电停水的状况拖着复原的工课，嘛影响到民众的生活。在艰苦的环境当中，一粒小小的便当，或者是一个通洗身躯、洗烧水的所在，拢让灾民感受到台湾各地的善良甲热情。记者林慧婷，嘉义报道。迄落有真侪人会出门去佚佗哦，观光署嘛公布了上新旅行社的黑名单，有4间业者财务有状况，机票跳票哦，是在取消行程，嘛已经拢互观光署要求停业3个月咯。休热期间，真侪民众会想要出门佚佗，不过若是要选旅行社，就要注意。观光署公告4间旅行社黑名单，互政府要求停业3个月。这4间拢是财务出状况，坐解机票跳票，乌白甲旅客退费问题真多，害消费者的权益受到影响。当我们发现他的营运状况有问题，特别是当他的信用状况出现问题的时候，我们就会要求他先停业。这4间分别是台北市中山区信源旅行社、台北市松山区丰联旅行社、台北市中山区万和国际旅行社和澎湖县马公市商店旅行社。现在，阮就伫其中一间，互人列做黑名单的丰联旅行社，会当看到上班时间到啊，不过因的铁门煞是溜来的，因为伫咧今年6月份开始，因就互人立定停业3个月。蛮会担心就是遇到诈骗，所以说就是旅行社的话，可能会找比较大间的吧，会比较安心。就是看评论，还要直接到他们旅行社问说他们的行程怎样。如果我们都喜欢的话，我们才会决定。像这个跳票是已经是风险很高了，但是网络上也是可以看看说那个客人对他的评价好不好，然后有没有那个一些纠纷。观光系教授提醒，选旅行社一定要先去网站看评论，并且会当就观光署的网站顶面拢有列出互政府点名的旅行社黑名单。另外，若是旅游权益拄到问题，会当找旅行业品质保障协会申诉，莫互家己权益受影响。记者第一选林秀凯台北报道。来看环境部的资料显示，讲测音连续5档拢是白民众定情案的头名。有民间团体嘛表示，讲测音会造成失智、袂生，甚至会影响到心理健康。伊嘛指出，讲政府已经10多档拢无新增加测音监测的设备，测音的标准嘛拢无修正过，所以呼吁讲政府应该爱重视。平常时啊，行伫街仔路，耳旁边不时拢会传来汽车的引领声和喇叭声，有时甚至佫有工地起厝的噪音。有研究显示，这个噪音有可能影响到健康。为着抓噪音，政府有伫一寡所在推出噪音摄像机，超过标准会开罚单。也毋过民间团体表示，环境部已经10多年无正式交通的噪音监测站，自民国85年制定的环境音量标准嘛拢无修订。噪音虽然是透过耳腔，但是也透过耳腔影响咱的大脑，会造成咱的身心疾病。咱的身体、脑心肺啦、脑部啦、心脏啦、肺部啦，迄种糖尿病、失智、忧郁、自杀、睡眠障碍。
民间团体进一步指出，噪音除了造成身心健康的问题，嘛有可能影响台湾的生产力。根据研究表示，噪音唔但会造成医疗人员的肾豆豆，影响医疗的品质，甚至有可能提高女性未生的风险。包括我们那个怀孕的时候一些并发症，像高血压啦、妊娠毒血症啦、胎儿生长迟缓啦、早产，这些都早就被证实是有关系的。那我们也很早就知道，胎儿其实在20周以前，他的发育其实就有听觉。针对噪音影响健康的问题，医学团体和民间团体共同呼吁，希望政府会使将噪音监测的时间调整做24小时，可以照世界卫生组织的指引，修订目前的噪音标准，让民众莫去生活在噪音污染的环境。记者桂宗林、谢桂林台北报道。大学分科测验今仔日起过，计共是有39000个人报考。今仔考物理、化学、数学甲加生物，其中物理科是有7%的人无来考试，比去年搁较侪。另外，针对苗栗有学校报唔到考试的科目，大考中心是强调讲无补救的方案。今年并大学理想志愿的最后机会，分科测验伫全国20个科区甲40个分科开始。第一个科目是物理、化学、数学加生物，全科学生拢是自然组的考生。就是写近5年的考题啊。我是考3科，数学、物理跟化学，然后大概是要想填理组的科系。申请我是有上北医学系，但是就想要再试试看这样子。想拼台大。对。先开始物理科1.1万人选考，不过缺考率7.18%，比去年5.96%较侪一数。大考中心表示，3考生有状况可用备用试场。协助审题高中老师是指出，试题主要包含电子学、力学加近代物理，题组结合时数加半导体产业、电机摩打、脚踏车、大动的系统，用于生活情境加现代科技。着重学科的核心基本概念，没有繁琐的名词及复杂的物理计算。对媒体问到苗栗一间私立中学13学生因为学校行政疏失，报唔到科目甚受补救方案，大考中心强调没有其他方案。对学生团体 ATU 是建议应用学测成绩换替代。大考中心主任张新晴回应是用转换，按过2个考试科目不同。114的分科测验是按照114的简章来办理，好，不会有其他方案。最主要是要看大学端校系在考试入学管道它所采集的考科。张新晴讲，也是看大学校系伫考试就好管道采集考科，考试甲分发是无共款单位来负责，无法度建议考生安怎三声志愿。记者综合报道。昨行政院文化奖颁奖，今年的文化奖是颁予农民文学作家吴声、歌戏国宝杨丽花，阁有客家的建筑师鲍明光。歌戏国宝杨丽花伫致辞的时阵是讲杨丽花会老，也毋过歌戏只有观众就永远袂老。另外，今年已经80岁的鲍明光是头一个摕到行政院文化奖收庙的师傅。伊讲伊准备要来审美全国传统的就师光辉，要来照顾所有的师傅。阮全心全意会爱你，亲像爱家己的母亲。全心全意爱你这首歌，作词者就是农民文学作家吴声。伊的文学关怀农民土地，嘛用笔对社会议题提出批判。对伊来讲，无土地就无文学。伊正像我好生态，嘛关心社会运动。今年吴声受到行政院文化奖的肯定。伫颁奖之天，伊上挂心的要是守护台湾。爱乡爱土的精神，一直拢伫需要的时阵，伫关键的时刻，一定拢会爆发出来。咱互咱台湾，做咱台湾的母亲，会当过来更较好。另外一位行政院文化奖得奖者，就是台湾歌戏的传奇国宝杨丽花。1970至80年代，食饭配电视歌戏是台湾人的共同记忆。杨丽花予歌戏对庙埕内台行入台湾人客厅的电视，嘛影响20世纪歌戏的影视美学。伊嘛导致教育传承结合创作，继续甲歌戏杀到国际舞台。杨丽花表示，伊上大的愿望就是继续推出电视歌戏。足感恩的，我个人最大的希望，歌戏
搁再电视，搁再来继续保存。各有一位得奖者是传统客家建筑师傅鲍明光，一家子以来重心古迹的维修甲文字保存。鲍明光表示，率来要成立传统唱诗工会，培养少年辈，和传统建筑的工艺技术传承落去。只有改善工程环境，才能够让传统建筑技术传承下去。接下来的日子，只要我的身体健康，我还是会带着徒弟们一起来工作。今年的3位得奖者伫文学、文化甲艺术拢有真重要的贡献。行政院长邓英台嘛感谢因用一生的时间来启发大众对土地和文化了解。记者刘尚祖、郑俊佑台北报道。来看法国的高级卡网爱马仕的铂金包哦，头一卡是1984年生产的，这卡卡网装伫法国巴黎，是以700万的欧元，大约新台币2亿4千万卖出去。讲对啊，讲落去，确定成交，现场大家拍破啊！法国精品爱马仕的铂金包，第一款圆形包，伫法国巴黎苏富比拍卖场以700万欧元，换算台币2亿4千万的价钱拍卖出去，拍破原本51万外欧元，台币1500万的纪录，将在史上上悬价。This bag is like my son, so you know when your son goes to the university, you say congrats, you will be the best. So now I can tell you will be the best. It will be perfect for your second life. 这个黑色配料的铂金包，起标价钱是100万欧元，不过画价画正紧，随画到上悬价。铂金包是爱马仕伫1984年所设的包型，以长期带伫咧法国的英国歌手珍铂金获名，是珍铂金亲自用过第一个圆形的铂金包，所以才会这么珍贵。伊伫1994年把这个铂金包捐予法国艾滋病慈善机构，2000年予巴黎收藏家凯撒琳买去。珍铂金伫咧2023年过身。I thought it would be $1 million, and the fact that it went for $8 USD is shocking. I'm still in shock. I think it's the craftsmanship. I think it's the design. I think it's an icon of our time. It's definitely. It tells the story of the Birkin, and it tells how the Birkin was born. 拍卖才10分钟就结束，总共有9个人出价。上表是一位日本的收藏家买到，总成交价值包括买方的佣金、commission上，总共是860万欧元。公司新闻综合报道。宝贝天气，咱来看各县市详细资料。北部地区上低28度，上悬30度；中部地区上低28度，上悬31度；南部地区上低28度，上悬32度；东部地区上低28度，上悬30度。华岛地区上低27度，上悬30度。再来看未来3天的天气。感谢观众朋友收看公视台语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明仔载下晡3点，咱再会。